哇好，啱出關行幾步路就翻到屋企，舒唔舒服啊？冇錯，呢條就係迎賓路啦。沿住呢條路行過去900米就翻到自己屋企，對面係我哋銀都啊。咁睇下間屋生咩樣？個個都話自己係關口物業，全部都要10幾20分鐘先去到嘅。呢個就真係關口物業啦，行過拱北口岸900米距離就去到啦。可以睇到交付標準超級高，呢個係呢度開始計，去到門頭呢個位都係交付標準啦。新寶門電動密碼鎖呢啲就不做下㗎啦。LDK 嘅廚房做好 U 字形，係交付標準嚟嘅喎。LDK 啊，爆炒嘅時候可以拉埋，可以睇翻個廳啦，唔係一個客廳啊。正唔正？再睇下房間表現成點啦。第一個位置乾濕分離衛生間啦，喺度屙屎係冇問題嘅。第一間房，哇！呢間房做乜嘢都可以㗎啦。呢間房我最中意啊，因為成日有咁嘅景觀睇住啦。咁主人房嘅話表現成點咧？主人房係套間嚟嘅，入到嚟第一個位置就係衛生間啦，可以睇到啦，放2米床都冇問題，都係一樣嘅城市景觀。拱北冇新樓咩？拱北嘅新樓行過口岸先900多米咋，有興趣評論區私聊。